聽唔知道咗啦。我最鍾意食粥，真好好食啊！不過可以揀啲健康啲嘅配料，例如用南瓜同瘦肉代替肥豬肉，有維他命 A 同 B， 對眼睛、血管同肌肉都好好㗎。或者加啲紅豆、栗子粟米代替糖，有甜味又有纖維，腸道健康。係啊，咁樣食完粽就冇咁滯啦，仲可以吸收多啲營養。食完粽要做運動，我哋一齊爬龍舟啦！我哋仲可以每日行3至5層樓梯，學龍舟選手嘅堅毅精神。食粽要適量，講健康配料，仲有記得做運動啊！